大家都说我把移植院的留学生都玩坏了，今天我们再去玩一下。哎，我的好朋友来了，我现在去采访他一下，走。Hello， 沙百迪。你好，你好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我是谁？我是甜子酱，不是鱼子酱。中国这么久了，你觉得什么食物最好吃？炒烘菜，炒烘菜是什么？是一种蔬菜。你喜不喜欢中国呢？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将来你会不会留在中国？可能没有，毕业以后我要回去。你不是说你很喜欢中国吗？我的梦想是来中国学习。Nice。你是不是喜欢吃鸡公煲？因为我那天也看到你在吃鸡公煲。对，我也喜欢。你是不是很贪吃啊？我什么都喜欢的，中国菜好吃。请问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呢？我们学的调戏。铁系。跟铁路有关。哦，知道了，铁信。长得像王思聪啊？不是，我说他的名字叫王思聪，不是。哪个叫王思聪啊？王思聪在哪里？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叫王思聪的，但是他不会说中文，就算了吧。教我2句你们老挝话吗？你好，是沙百迪。沙百迪。对，这些是ขอบใจ。卡布雷。对，再见是แล้วพบกันไหมแล้วพบกันไหม拜拜。谢谢。就是你们会弹吉他吗？对，เพลงหนึ่งให้ ต่อยก็จะฟังได้บ่นิดนึงนะ 拍你不？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本期的采访就到这儿结束了。下期想看我采访什么，评论区告诉我。